好，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Hong Kong Phil。咁咧就大家又見到又係我同埋阿 Raymond 啦，我哋嘅老朋友。咁咧開始咧中國城市解讀嘅一個新嘅一個城市，就係上一集開始我哋講到天津。咁天津咧，其實如果有朋友去過咧，其實好容易睇到一種感覺嘅就係其實佢有好多種國家嘅一啲殖民色彩嘅建築。咁上一集 Raymond 都提過，其實係有8個啦。咁我哋都開始咧睇到一啲唔同嘅一啲唔同嘅風格。不如 Raymond 呢一集我哋去翻細緻少少，因為講到其實都當時中國喺即係應該講係民國初年啦，最亂嘅嗰啲時間咧，當時其實中國自己好多有官員或者有錢人咧，就匿咗入去租界啦，又買地啦，又起樓啦。其實有好多好有特色嘅建築物咧，即係嗰段時間留低俾我哋睇嘅。係啊，咁我從呢個建築欣賞嘅角度咧，就再講多少少啦嚇。剛才提到呢啲比較有特色、幾靚下嘅建築，有時下邊呢一個袁世凱呢一個咧，呢個其實喺德國啊、法國啊一帶咧，好常見嘅呢種建築風格。係咁佢其中咧有啲幾代表性嘅。我呢啲幻燈咧都唔係話太過有系統啊，都用啲靚嘅建築咧，叫做有少少整理咁樣編排出嚟啦。咁呢一個咧又要介紹咧係間學校嚟嘅。當時即係外國嚟到中國咧，就 settle down 稍後咧，佢都辦好多學校嘅。咁有啲甚至乎去到大學或者接近大學嘅一啲學院咁啦嚇。咁呢一間咧又比較特別啲嚇，係由呢個教會辦嘅一個大學嚇，就工商大學。因為天津係金融業。咁其實有啲似我哋香港7、80年代啊，當時學商業啊、會計啊、會計啊嗰啲實用學科啊。咁某程度咧，佢好認真咁辦咗一所大學啊。咁我都入過去。咁個建築物就唔算話好大啊。咁頭先你見呢個係個主翼啊，同埋有個禮堂嘅。個禮堂係一個都算係幾宏偉嘅一座大樓咁樣啊。咁呢度校園裏邊一啲不同嘅角落。依家係咪都仲係做緊大學㗎？定係已經轉咗用途㗎啦？都係大學嘅。咁我又未知道係一個個案咁嚟睇呢個大學啦。呢輯資料裏邊啦，咁略為一談嘅。我哋以建築嚟睇啦，都係好得意嘅建築咯。就咁睇，你以為真係歐洲嘅。係啊，嗱呢啲其實我都要補充，呢張都係大學裏邊嘅一個教授樓嘅上下㗎啦嚇。咁呢輯都係，但係之後呢啲又係跳翻出嚟啦。係響英租界附近嗰啲啦。其實英租界有2個範圍咧係好出名嘅。一個就係嗰個解放路嗰條大街，兩邊都係銀行啊、金融機構。另外一個就五大道呢個區域。咁我哋即係相差唔好遠嘅啫。呢度我做研究咧好得意嘅，就周圍行就得㗎啦。我逐條街咁去行。就中環交錯咁，即係盡量唔走漏一條街嘅。咁事後咧就獨特嗰啲咧就自然我見到啦。就拍照係一個我必須嘅工作啦。事後翻嚟揾資料咧，有時都需要做嘅嚇。但係又呢個都大家都體諒啦。我都唔係想像中咁努力得晒，因為手頭好多工作同埋我做城市研究咧，我唔淨止全個中國嘅代表性城市，有時世界各地一啲重要嘅城市咧，我都係要追訪下嘅。咁從一個通識嘅角度啦嚇。嗱，咁呢啲都隨手咁周圍行咗好多次㗎啦嚇。咁尤其是最近呢幾年咧係好集中，因為我多咗啲機會向天津大學啊有啲交流啊，去親都時間多咗。咁真係逐條街好細心咁行。咁如果屬建築咧建築有幾方面啦，一個我哋叫 architecture，直情建築嘅設計啊、造型啊、風格啊、比例對稱，就可以好專業㗎啦嗰部分就係。另外一部分咧就係從一個工程角度，其實兩者都可以
相輔相成嘅。譬如金字塔係工程定係建築啊？係講唔到嘅。咁啊係。係咪萬里長城係工程定建築啊？係嘛？佢有唔同嘅 function，但係都有係咯，見到佢嗰個特殊嘅做法。譬如我本身係有好多同工，或者都知啊，我本身係個工程師嘅，所以我從嗰個角度咧係又一直睇到多啲嘢。係。咁同埋我介紹出去咧，大家可能都體會到。譬如舉例，上邊呢個建築咧，平平無奇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明白咧個結構咧，呢種結構係一啲磚結構。磚咧可以做到好多嘢嘅，有時即係西方我哋用磚用得好技巧嘅。咁佢受力啊，幅牆啊本身係一幅磚牆。咁而做咗咧不同嘅造型啊，咁就其一。其二咧就個建築風格咧，我以前都略提過。響其實20世紀初啊，20世紀初係即係後工業革命嘅時間啦，已經嚇。咁好多新嘅學派啊，architecture 啊。engineering 啊，都係一啲相對新興嘅專業嚟嘅。咁嗰時發揮得好快速啊。咁變咗好多唔同嘅設計風格啊，或者個結構風格啊，都衍生出嚟。咁即係從呢啲咁嘅建築少少例案咧，即係借啲嘢講講呢方面嘅特點嘅啫嚇。佢另外一種咧叫花園別墅。即係有錢人咧就不甘心你俾座樓佢咁就算數。咁所以你見咧好多時咧出邊就一個空間，連埋個 gardening 啦。係啦。咁呢種上海啊都好流行嘅。爭在邊個就靚過邊個嘅啫嚇。譬如呢個咧我好欣賞嘅。好簡略。佢唔係以奢華見稱，但係嗰啲線條比例啊好令人好舒服。咁嗰啲批盪咧，即係你聽過啲意大利批盪嘅。一般人都唔係好太了解嘅。英文叫stucco 嚇。咁呢種批盪咧就意大利色彩，佢用啲一般嘅白灰啊，加啲英泥啊，加啲沙咁咧，去批落去，然後用啲毛刷將佢掃翻啲線條出嚟。呢個比較出名嘅。個質感唔同咯喎。係啊。咁因為受西方影響啦，咁例牌自然亦都好多教堂。教堂啦，教堂。咁教堂就哇嗰陣時都五花八門嘅。天主教固然之盛行啦。咁基督教類近嗰啲都有嘅。譬如聖公會啊一樣。喺中國當時都好多聖公會嘅教堂嗰類。咁仲有啲東正教堂。東正教咧，我哋香港就香港真係冇乜冇乜見啊，係啊。但中國咧都久中國有啊，中國有啊，又近啊嘛。蘇聯帶過嚟。係咯，就係咯，東正教就係。即係呢一區咧，蘇聯嘅影響力都仲有嘅。係咯。咁呢度咧就其實係一個個案嚟嘅。當時咧即係睇房地產嘅啫，其實講即係咩租界，尤其是英國人做生意咁，金融固然之佢強項啦，臨尾做埋房地產。咁其中房地產有啲直情係賣，所以有啲有錢人買塊地啊，又請一啲外國則師同你設計。咁或者有啲賣即係佢直情起不同嘅別墅啊，連續幾間啊，咁逐間賣又得。咁亦都有時有啲大啲有錢啲嘅機構咁咧佢哋根本即係自己有自己寫字樓噶嘛，一個 head office。咁然後咧嗰啲員工個個都鬼佬嚟嘅，喺外國嚟有權有勢有錢。咁咧就自己住嗰個都要住一個別墅，即係或者即係員工宿舍啦嚇。咁其中呢個個案咧就係一個比較代表性啲嘅。佢一個當時喺20世紀初咧。有一個商業機構佢即係多種生意都做，叫做先農集團咁先天嘅先，農業個農。咁佢哋當時係做咗一個園林咁上下，即係中間有個綠化嘅空地，圍住個邊咧就不同嘅建築。咁另外佢而家咧就叫先農大院大院呢字咧。都好常用嘅中國，即係受西方一啲建築風格影響。佢係將好多時一紮嘅屋咧，而家我哋香港叫一個 estate，屋苑。屋苑啦，係啊。佢嗰啲如果規模大啲咧叫大院，或者叫
縣里啊，巷里嘅里啊，咁點都啦，咁呢個叫做先農大院。咁佢臨尾經歷一個改造活化嘅過程，咁呢啲屋曾經都麻麻地啦嚇，咁佢大肆裝修啊，同埋用嘅投資質素設計啊都幾好啊。咁而家咧成為一個commercial complex， 即係小型嘅商業中心區，即係各種嘅食肆啊，係啦，各種嘅辦公室啊，都可能會喺裏邊。佢其實唔係嘅，後邊咧呢個好得意嘅，後邊咧就嗰度係一個其實都係舊區嚟嘅，嗰個應該係法租界區。咁法租界其實保留嘅靚嘅建築唔多㗎啦。咁頭先都講過話，佢唔係發展得話好全面嘅。咁佢而家都拆咗好多。咁嗰度叫做營口路啊，嗰條路都好出名。咁嗰度向北嘅，而家呢度你見後邊有啲高樓嗰度向北，北邊嗰邊咧就已經舊嘅建築唔算多。咁呢度南邊咧就係我所講呢個五大道裏邊嘅，呢個先農大院都係五大道。咁形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啊！咁呢啲樓房好靚啊！喺出邊睇啦呢個。都係喺嗰個先農大院裏邊。咁曾經呢個廣場咧就係當時嘅一個小花園。而家嗰啲花草梗係唔要啦，咪做咗個廣場。咁即係任何人都可以入去㗎，係一個開放嘅商業小區嚟嘅啫。咁好快又睇多少少添啦。當時咧，可想而知中國都好無奈嘅意大利區。咁呢個建築物咧，即係梗係唔多靚啦。不過一睇都知道係似鬥獸場有風情，即係絕對唔係中國味道。軍營嚟嘅，意大利軍營。你可想而知喺租界裏邊咧，佢自己有駐軍不能自。兵房係咯，即係做操演。係咯。咁規模唔細嘅呢個建築物好大㗎。呢個 PowerPoint 我拍咗啲嘢落去。兵營咁呢個介紹呢個兵營嘅啲簡介嚟啫嚇。係咯。咁呢個集中又講意大利租界嗰邊。頭先咧其實大部分都係英租界嘅。咁你明顯睇到啲風格係有啲又唔同咗。譬如呢啲咁啲小建築咧，談不上話靚，但係嗰個線條比例啊，嗰個簡簡易易嘅線條啊，構成一個獨特嘅風情。呢類建築咧，如果你留意，即係有少少相近嘅，譬如你佛羅倫斯，或者去羅馬嗰啲小鎮或者小城市會唔會似咧？係啦，咁而呢啲咁嘅屋咧，意大利咧都係用磚嘅，即係以前即係磚係一種好傳統嘅材料啦。但係英國人咧就用得更加仔細，佢唔使做批盪，佢就係用自己嘅線條，仲用自己嘅肌理。磚與磚之間已經係砌到嗰種嘅效果出嚟。係啦，咁意大利或者歐洲咧都唔係唔得，有時佢都會做到咁，但係咧佢加多樣嘢。就做一啲我哋叫批盪，多數批咗先，咁令到佢又優滑咗咁個風格唔同啦嚇。咁同埋呢種平平地嘅屋頂咧，都係一啲地中海風情。都係意大利區裏邊一啲比較雅致啲嘅建築物。依家都變咗好多係商業區咯喎，係嘛？即係租俾人哋做商業用途。意大利而家淨係佢咁樣叫自己添，嗰個區叫意大利風情街。風情街咯，係咯，我就係依家直情好多旅遊咧，第一站就車去嗰度嘅。係啦，因為佢而家都好商業，但係呢酒吧咯，的確係舊嘢嚟。係。因為我記得最深印象咧，大家知道咧，就去天津咧有一個一定食嘅嘢叫狗不理包，跟住咧我到依家都記得咧，嗰陣時去咧2年前。居然係喺一個非常之西式嘅裝修非常之精緻嘅地方咧，跟住中間咧亦都係西式嘅擺設，跟住上嚟啦上中國式嘅包，狗不理包子咁呢一種咧就真係非常之奇怪嘅一啲經歷嚟嘅。佢狗不理比較品牌嘅啫，好似71咁樣。但係佢就租咗，即係佢應該係租咗，應該或者唔知係咪佢集團咁勁啦，買咗其中一個西式嘅，好似依家我哋眼見呢一種嘅建築物。2層嘅，但係就每一間好似主人房咁樣咧，就變咗每一個。都係喺風情街裏邊。喺風情街裏邊。我都有啲印象。係啊，我有印象。係啊。佢風情街，佢點解咁集中成為一個旅遊重點咧？佢因為咧，佢有個好清晰嘅廣場。係。你喺五大道啊、英租界邊咧，
冇呢種嘅 layout 嘅。咁咧變得佢利用個廣場有3兩條嘅啫，唔多嘅主街道咧，就裝置下佢啊，咁成為一個好方便嘅購物啊嘅旅遊點。係咯，酒吧添啦，其中係有好多好靚嘅酒吧、餐廳啊嗰啲嘢。嗱，譬如呢度開始見到啲啦，呢啲舊嘅如果即係一般我哋叫排屋，一排一排挨住咁形成一條街。咁啊爭在有幾靚嘅啫，呢啲街道啊。咁呢啲你條樓梯上去咧，就係一啲店鋪啊、食肆啊嗰啲。係啊，都得意嘅，多數2層，最多3層。呢個都講埋啦。呢個一個嗱，我都介紹到啦。我哋香港人未必熟呢個名啊。唔識嘅。易少雲。係啊，督軍，原來係督軍。督軍嚟嘅。嗱，浙江嘅督軍。佢臨尾仲係有錢嘅，你知。肯定啦，掛埋好多啦。係啦，咁佢呢個個別墅嚟嘅。咁而家呢個別墅咧，我入過去啊，即係個精品酒店。你睇下前後。咁我嗰次咧就佢都唔能夠俾我再入啦。佢話你大堂嘅位咧，只睇啦。咁始終留翻俾客人用㗎嘛。咁除非你住咧。兜咗個圈喺外圍，仔細咁睇晒，好靚。剛才你見到啲照片啦，你都睇到啦嚇。嗰個外皮咧係好西式。好。好。時間今集又差唔多啦，呢一段差唔多，陣間翻嚟咧，同大家做多少少比較。好。好，歡迎各位聽眾又觀眾啊！咁啊，大家去翻呢度咧，我哋繼續講天津，繼續係中國城市解讀。但係呢一部分咧，我哋希望咧將成個天津咧好多一啲建築特色咧，同中國其他城市，我哋不如 overall 一齊同大家傾傾。不如去翻阿 Raymond，俾大家去睇多啲靚相，比較多啲唔同嘅城市嘅呢啲殖民色彩建築。好啊！我呢個大題目咧係中國城市解讀啊嘛。係。咁其實中國而家大部分影響力比較大啲嘅城市咧，倒翻轉頭就唔係歷史古城。係啊，呢個真係。或者歷史古城係有歷史啦，但係經濟上邊咧未必嘅。咁咧就變咗好似天津呢一輯咁咧，你可以體會到咧，其實受西方嘅影響好大，亦都曾經為中國咧即係打下少少其他嘅基礎，譬如中國嘅金融業啊，或者其他嘅商業嘅基礎咧，上海、天津都扮演咗一個角色，而上海、天津亦都係一個殖民影響好深嘅國家嘅城市。嗱咁其他嘅唔講啦，我仍然從建築嘅角度啊，咁將呢啲做個簡單比較啦，不如啊？由翻天津開始，剛才你哋都可能見過幾張呢啲照片，係天津裏邊嘅一啲面貌。五大道啦，五大道裏邊嗰啲啦。呢張咧頭先都冇講，係咁樣睇睇咧。呢個就係解放路嗰個金融區嗰度。呢啲建築咧成100年歷史咁滯，咁係當時係啲銀行為主嘅，好多座嘅，唔止一座。咁同樣道理咧，而家講一啲受即係西方影響深啲嘅城市，同埋佢哋嘅建築。咁呢度係叫咩提嘅啫？青島或者我哋稍後咧都會對青島呢個城市咧。不如下一次就真係同大家專門開個專科，即係講青島。嗱咁咧睇到啊，咁咧德國色彩嘅。咁呢個都大家都好知㗎啦。廈門即係呢個如果有去過鼓浪嶼咧，大家都知道啦，非常之得意嘅小島嚟嘅。咁鼓浪嶼集中啦，其實廈門市區裏邊咧都有啲講華南色彩，即係好似廣州啊，我哋香港啊，屬於華南色彩。咁廈門咧都類似啊，即係騎樓街啊嗰類啊。咁呢個有機會再談啦。咁呢度仍然係鼓浪嶼廈門嗰度嚇。咁好多元㗎嚇，呢啲典型嘅英國式嘅磚式色彩建築，用磚嚟砌。咁亦都有啲近乎即係地中海色彩啊、意大利色彩嗰類啦嚇。廣州咧就都算係租界嘅嚇，即係沙面啊都算係啦嚇。咁沙面係英法嘅影響力好深嘅。咁呢度幾張相俾大家見到咧，就係沙面嚇。咁尤其是下邊呢張相啊，即係離遠啲咁睇咧，咁影埋佢咧嚇，有啲尖嘅塔樓啊，話俾你知係意大利或者邊度一個小城，你都唔會有咩異議。
咁嗱，呢個係啦，呢個上邊嗰座建築咧，係就係法式建築嚟嘅。係當時法國傳道會嘅一個建築物嚟嘅。咁呢個如果呢個係咁以留意有少少咧，就似早輪個高等法院。而家高等法院最後又搬翻去立法會大樓嗰座啦。咁嗰座咧係有少少接近。即係香港嗰個係紅色噶嘛，嗰等係冇錯，向長江中心後邊。係咯側邊或者咁嗰座又係法國傳道會，所以即係嗰啲風格你感覺到。所以佢哋自己等於係佢哋自己系統係統一嘅喎，個風格。係㗎，因為始終都嚟自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文化。係啊。就順帶都講講啦嚇，新加坡。新加坡當然離開咗中國啦，但係嗰種影響係接近，都係嗰個世紀啦，都係同一類嘅英國人嘅留低嘅建築。呢度都係新加坡嚟嘅，新加坡嘅一啲官式建築，譬如話啲法院大樓啊，政府嗰啲機關啊咁啊，咁呢度仍然都係新加坡。都係新加坡。新加坡係有好獨特嘅。如果有機會，我哋以後可以講埋啊。談一談新加坡都得嘅。中國城市跟住對比咯，佢同中國嗰啲或者我哋香港啊，作為一個殖民影響深嘅地方咧，新加坡又有啲唔同。佢多咗回教、印度教，而人口比例咧都回教啊、馬拉即係回教嘅國家嚟㗎啦。咁個比例都唔算少啊。我當然華人向中國更多啦，但係其他都比例不少。咁呢啲有機會再講緊啦。呢個馬來西亞，因為我今次呢個最後呢15分鐘呢一集咧，就將一啲西方有影響嘅一啲建築色彩，即係借啲意同天津同我哋中國城市咧，即係匯合一下。其實真係橫向一比較咧，你發覺到其實感覺咧係好似嘅喎。佢係咪事實上都係大概就係100年前，都係就算我哋講到馬來西亞又好，新加坡又好，都係大概嗰段時間受到殖民。跟住變咗咧，其實大家喺嗰個時期，譬如以英法為例，佢哋喺唔同嘅國家做嘅所謂呢一種嘅殖民建築咧，對於佢哋嚟講喺嗰個時代係劃一嘅。只不過我哋依家等於喺唔同嘅國家都係即係叫做亞洲啦，呢一隻國家裏邊咧，見到咧喺呢啲比較特色嘅城市裏邊咧，攞翻啲標本嚟睇咧，發覺到事實上係非常之接近。但係我哋做研究咧，都珍惜一樣嘢嘅。珍惜呢樣嘢咧，就係嗰個地域性咧，嗰個本土文化對呢方面嘅一啲影響。咁譬如廣州為例啊，廣州我哋叫嶺南嶺南，咁我哋又發展咗啲咩西關大屋啊嗰類出嚟。咁你去到開平咧，又自己嘅炮樓、硤笏啊嗰啲又有嘅自己一個味道。甚至香港咧又有香港嘅一啲做法，我哋結合咗一啲廣東客家色彩，即係呢種小組合咧，即係令到即係個世界好豐盛嘅，好多好奇妙嘅變化。咁我呢度有少少講上海啦嚇，上海更加另一個典型啦。一講到海灘，大家都知道嗰個感覺啦。如果對一啲即係仍然保留得幾好嘅呢一類型嘅城市咧，有好多好靚下嘅西方色彩建築咧，其實中國咧有幾多城市係特別即係仲係好豐富嘅。我認為每人認為咧，上海係最豐富嘅。保留得最多嚇，佢事實本身都曾經好大，有好多呢啲建築。咁另外一個咧，天津都唔錯嘅。就青島係另外一樣啦，青島就獨特啲，淨係德國影響為明顯。然後武漢咁呢啲都喺我哋啲系列都會講到武漢。武漢咧亦都當時好多租界，咁而家保留到咧都有一定嘅份量。咁就廣州咧就再其次啦嚇。我覺得相對嚟講少啦，真係佢城市一嚟城區不斷加大，二嚟佢舊城不斷改造。好似依家真係頭先除咗沙面之外，其他地方少見啊。即係如果真係講緊，即係講緊英法式嗰種建築。其實佢仲有個叫東山區，以前叫東山區，廣州。咁而家納入咗越秀嗰邊啊。咁東山咧就係響越秀同埋天河區嗰個交界位。咁嗰度咧都好多當時嘅20年代嘅引入嘅西式建築。咁我哋都好隨意嘅啫。你見呢個 kick 下咧，有時你睇到都係上海啊。上海頭先講啦，都毋庸置疑㗎啦。沿住外灘一路俾大家見到。係啦，好多好靚、好宏偉嘅建築嚇。
咁甚至乎有啲影響到咧，譬如蘇聯啊，譬如呢一座咧喺上海比較出名係蘇聯捐俾中國嘅。係一個上海展覽廳。但係佢咩時間段到咧？30年代到啦，嗰時即係中俄關係非常之好啦，所謂。係。咁我哋又引入蘇聯好多當時好多工廠，好多工廠建設啊，甚至乎個建築嘅風格啊，咁都甚至乎天安門啊，嗰啲建築咧都係好蘇式色彩嘅。如果大家留心嘅話，上海更加有個法租界啦，咁啲法租界嘅風情啦嚇。唔係，同埋講到嗰啲地方咧，頭先我哋就閃過啦，就嗰啲樹都特別噶嘛，佢係法國梧桐樹嚟噶嘛。梧桐係。係啊，法國梧桐樹啊嘛。嗰啲係好多人依家講起當年嘅上海個風情咧，除咗講街道咧，嗰種兩街齊輯輯嘅法國梧桐樹咧，嗰種係一種特別浪漫，特別係一種自己嘅味道嘅。係啊。如果講到呢啲綠化咧，都另外好多故事嘅。即係中國，我哋都摸索緊喺城市點樣優化咁。綠化係一個城市優化嘅過程啦嚇。亦都有啲成功，有啲又未至到失敗嘅嘢，引起啲問題。譬如話北京啊，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北京響春天，即係早期啲嘅時間咧，即係啱過咗春節打後或者而家啲時間可能會開始，春秋二季都有嘅。佢就有一種柳樹。有啊，柳水咯。柳水。係啊。哇！飛到周圍都係。係啊。咁譬如啲冷氣機啊，咁啊塞晒佢嘅。好簡單嘅啫。你去到北京咧，依家都係咁嘅。你總之去到某一天，突然之間喺嗰一天裏邊咧，氣温一升高，所有嘅柳水咧，佢嗰個總之一爆出嚟咧，就成個城市都係㗎啦。係啊。咁有時有啲有蟲嘅。係有嘅槐樹咯，因為喺北京嘅話咧，我細個嗰陣時見過槐樹啦，因為佢掉咗啲蟲落嚟。冇咗條絲咁。係啦，即係嗰個係一個對小朋友嚟講係比較得意嘅嘢嚟嘅。嗱，咁呢啲係啲小話題嘅啫，因為講到城市咁都要講點樣優化個城市啊。咁西方有西方嘅強項嘅，咁個城市嘅空間啊，個 layout 啊，我哋叫做個佈局擺設啊，咁佢哋不但止有佢哋一啲習慣，同埋係有啲學理喺裏邊，學問喺裏邊，點樣做呢個城市嘅功能更加完美啊？咁呢啲係其實即係可以西方帶嚟啲經驗咁嘅。如果講天津咧，都最近都用呢啲概念。而家中國城市咧都有啲叫做總體規劃。去到70-80年代打後咧，都懂得重視。咁天津咧就都好清晰地咧響80年代90年代咁之間咧，已經定咗一啲規劃嘅大方向。譬如話即係佢而家做到咧2個雙城。咁啊。舊城即係而家海河呢個範圍，頭先介紹過，固然係一個舊城咧。佢亦都有個新城區。個新城區咧就響呢個港口嗰邊。港口嗰邊咁啊叫做濱海新區。咁等於浦東咁，等於上海浦東。依家如果大家去咧，即係其實包括天津都係，佢有個規劃館嘅。你去睇個規劃館咧，其實大家如果去到內地城市都見到，好多時好興嘅。你一入去咧，成塊攤到好大嘅喺你面前。將佢成個城區呢度着燈啊，嗰度又點樣啊？將佢成個城市依家嘅規劃咧，你發覺到咧嗰種嘅大手筆咧，喺香港咧喺今時今日少見嘅，因為其實正如話頭先 Raymond 講，佢舊區咧佢依然保持，但係舊區咧如果譬如喺天津嚟計，相對比較於佢個所謂濱河新城咧，舊區可能連1/5都未必有，即係成個位咧係擴展咗，連埋周邊咧係幾倍嘅土地咧，成個做一個新城市嘅規劃，可能由航運到科技發展到文化產業，到你諗得出諗唔出嘅其他各種嘅功能，全部有。係啊，佢嗰啲所謂新區咧，就唔係話我哋咩屯門新市啊、馬灣新市，唔係嗰啲啊，佢數以即係幾萬公頃啊！公頃即係嗱西九咧，我哋就有500公頃度土地，即係當時西九填海幾萬公頃。咁呢啲我哋叫做一個整體規劃咯。
嗰個係講緊就係更加大手筆啦。因為依家我哋可能對一個城市嚟講有一啲好靚嘅西式或者叫做殖民地建築，嗰一啲係一種特別嘅風情。但係對於可能好多喺當地嘅政府或者當地嘅人民嚟睇咧，可能更加重要嘅就係個新城市你成個嘅功能點樣重新鋪排出嚟。係。呢啲功能唔淨止話一般生活起居嘅功能，而係經濟功能。頭先阿林樂都提到啦，即係發展邊種經濟模式。即係香港我哋都有幾多個產業嘅。而家中國啲大城市全部都有晒呢啲計劃。融合埋嗰個城市個硬件整體。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唔好話去到咁遠啊！你就算去到我哋身邊，譬如好多人如果有機會可以留意，譬如依家講緊深圳嘅前海，正係一個咁細嘅地方啊。但係其實佢而家規劃緊佢自己嘅功能區，各種嘅唔同嘅配套咧，其實都係非常之複雜，同埋成個系統咧係非常之完整嘅。咁所以咧就同呢一種我哋講緊城市解讀。一種舊嘅風情咧，係有一種鮮明嘅對比，但係大家有唔同嘅一啲嘅補充嘅位咯。我哋時間會差唔多啊，啱啱不如呢一集，不如咧就大家睇呢集靚相睇完未㗎？差唔多啦嘛。嗱，我好快咁跳一跳啦。係咯。呢個係好詳盡一輯資料嚟嘅。即係我就唔係特別為今次而準備嘅。所以亦都唔淨止講個城市。咁其中包括有啲演變。即係其實城市，尤其是我哋中國城市咧，始終都由一個近乎破爛嘅一個過程咁，慢慢叫做改善過嚟。咁 even 去到今時今日21世紀嘅啦，而家都喺任何大城市，包括上海咁啦嚇，裏邊都仍然揾到好多頗為破破落落嘅舊區。咁亦都令我好開心。我對中國啲城市最少睇咗20年。咁其實一路改善緊。頭先呢啲資料咧，我呢啲試圖將一啲以前都有棚戶區啦，棚戶區嗰啲比較。其實呢都我3幾年之前影嘅啫。換句講，即係而家仲有嘅。咁好彩嘅，真係咧陸續改善緊嘅。而且好多城市，如果講嗰個政府本身如果有公職嘅話，其中一個最大嘅動作就係對一啲比較即係相對嚟講真係比較居住環境各方面好差嘅、好窄嘅嗰種環境，大規模嘅改造咧，呢個係城市成個改建一個大嘅工程嚟嘅。仲有一樣或者總結埋啦。好。我哋中國咧最近舉辦好多叫做區域性甚至世界性嘅一啲event 啊。咁啊講得出嚟就好簡單，譬如奧運。2008年北京，其實借呢啲氣勢咧就做啲改善對個成個城市你話形象工程又好，或者即係積極一面嚟睇，真係即係肯抌好多資金，有一個好認真嘅規劃，將成個城市咧即係投資落去咧，搞好個城市。咁上海又有啦，世博啦，係嘛？係咯。就廣州又有啦，亞運啦，借亞運又整咗一大成個，重新執一次。咁呢啲咁嘅 event 咧，其實開始中國好多城市咧都有機會咁又未至話借啲意㗎，不過即係有時做嘢始終都有一個因由咧，就始終容易拎起個決心。咁呢度譬如廣州呢啲咧，講到上海呢啲咧，我有一個系列咧，直情某程度分析咧。當時舉辦呢啲大型嘅活動咧，個城市一啲改造嘅過程，啲過程咧，我所謂嘅研究時間咧，我都5-6年將一個經歷咧，即係記會做記錄到出嚟咁樣嘅。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呢啲咧。好，多謝大家，咁繼續留意我哋中國城市解讀。下一次咧，我哋好大機會咧就去青島啦，好啊，就完成天津嘅呢一次嘅旅程。好，下一次再見，拜拜。再見。